我们在这个方案里面呢，也愿意把中小企业的这个门槛做了一个放宽就是说，稍微原来贷款金额只能到8000万那但是我们会放宽到1.5亿，也可以来适用这个方案那我们这个执行面一定要落实所以也请这个包括财政部也好，或经济部也好，或金管会也好，会派出所谓的这个神秘客来试试看是不是有达到这个所谓的宽一点、快一点、方便一点这样的原则来做一些办理，那甚至也放入我们 KPI 考核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里面